但是食物件人拢安尼大食大啉是真该危哦，尤其是益车酸。卫福部上新的统计，最近3年来，益车酸为61万6千人，增加到76万6千人，3年就增加15万人。大部分集中伫30岁到69岁，女性的患者比男性较侪。 台湾在最近大概统计起来是东亚最胖的国家之一。那包括体重的变化、饮食的一些状况，都可能让胃食道逆流的人数越来越多。中年的肥胖的女性，那她发作的机会最高。那一方面可能是女性停经之后一些荷尔蒙的改变，那造成食道它的收缩能力没有那么好。 讲中年肥胖的女性发作的机会上悬，一方面是女性停经了后，荷尔蒙改变，所以食道的收缩能力无以前遐尔好咯。男性的益车酸是因为啉酒部分的关系，医生讲长期益车酸较会得到食道癌。提醒乡亲生活爱正常，尽量莫啉酒部分，才会当保持健康。